就好了，调这个就好了，调这个就好了。这个，现在我调这个就好。喂，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来寻求上帝的面。让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祷告会。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来朝见主。我们一起预备心，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把我们的祷告献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先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来唱第一首诗歌《你的爱》。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的爱》。感谢主，他是爱我们的上帝。来唱你的爱。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所铺陈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你公义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轻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领受主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除去一切的黑暗，除去一切的恐惧、害怕。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所铺陈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你公义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轻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轻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
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赞美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主，主的爱如此的深切。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等候爱慕耶稣。让我们等候，并且来爱慕耶稣。让我们在诗歌当中来等候。我们等候爱慕耶稣，渴慕更多敬拜耶稣，同行在左前，不停呼求你，渴望更多遇见经历你。我们敬拜，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你真配得，配得所有颂赞。我们呼求，荣耀的云彩充满着地，从我们中间传到万国万民。我们等候爱慕耶稣，渴慕更多敬拜耶稣，同行在左前，不停呼求你，渴望更多遇见经历你，同行在左前，不停呼求你，渴望更多遇见经历你。我们敬拜，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你真配得，配得所有颂赞。我们呼求，荣耀的云彩充满着你，从我们中间传到万国万民。主权属你，愿你掌权这地，降服于你，因我们属于你，医治这地，因我们需要你，愿你国度降临，全属你，愿你掌权这地，降服于你，因我们属于你，医治这地，因我们需要你，愿你国度降临。我们敬拜，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你真配得，配得所有颂赞。我们呼求，荣耀的云彩充满着你，用我们中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你真配得所有颂赞。我们呼求，荣耀的云彩充满着地，从我从前传到万国万民。爱慕等候你，耶稣。感谢主，让我们等候爱慕耶稣。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我要顺服。当我们爱慕主的时候，让我们也顺服主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要顺服。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所处，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是生活处，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
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爱里顺服上帝的话。我们最后来唱这首台语的诗歌，主你会听。愿上帝的爱充满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奇妙的工作。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你会听。相同会，用错个行行，最最分担得我袂堪伫你的听，主你听我最宝贝，阮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阮免搁着惊，主你会听，安慰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我坚强也开阔，任何什么会当听线，主你会听，引错我的路，保护我。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什么会当听线，主你会听。主你会听。我的心有相同花。阮怎搁摇晃？最分别等待我，要堪伫你的听。主你听我最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会听。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我，坎坷也开阔，绝无什么会当听线。主你会听，引错我的路，保护我。走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什么会当听线。主你会听，主你会听，靠帮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我，坎坷也开阔，绝无什么会当听线。你会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什么会当听线，主你会听。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什么会当听线，主你会听。感谢主，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来就近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这样来寻求你、寻见你，也这样来得着你。
你的爱是我们的帮助和力量，你也给我们有极大的恩典，让我们重新有再一次的机会。谢谢主给我们有满满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靠主来得胜。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愿上帝的话帮助我们，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来听上帝给我们所启示的话语，在启示录2章12节到17节。我们今天要读启示录2章12节到17节，请大家来翻开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查经祷告会的资料。我们先来读和合本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来知道原来的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讯息。启示录2章12节到17节，我们也可以来看投影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念来。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2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要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阿们。我们再来读现代中文译本的地方，来帮助我们对这段的经文有更好的了解跟诠释。我们一起来读现代中文译本，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念来。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天使说，那位有双刃利剑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住处就是撒旦称王的地方，但你对我忠诚，甚至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撒旦的地盘被杀的时候，你也没有放弃对我的信心。不过有些事我要责备你，你们当中有人随从巴兰的教训，这巴兰引诱巴勒教训说以色列人犯罪，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又犯奸淫的行为。同样，你们当中有人随从了尼哥拉派的教训，所以你要悔改。若不悔改，我马上就来，用我口中的剑攻击这些人。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听吧。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赐下那隐藏着的玛纳，我也要给他一块白石头，上面写着新的名字。这名字除了接受的人，别人都不认得。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这一周的礼拜日就是我们的父亲节，我相信很多人也预备好要来跟自己的父亲来过这个父亲节。当然，父亲的爱是对子女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当一个父亲，不是我们男生天生下来就会当父亲的。有人这样说，当父亲的开始就是当你有孩子的时候，所以有孩子的时候才是当父亲的一个开始。当然，能够成为一个好父亲、好丈夫，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好消息频道有一个 Good Dear 这个有关心理学的一个教导的部分，他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这里有一个叫父职 ABC， 叫做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所以如何能够成为孩子心目中的好爸爸，这我想是很多的弟兄们希望能够去追寻跟追求的。但是我们也常常会听到一个事情是，爸爸给孩子爱，但是孩子是不是接收到了？我们常常讲爱的语言，很多时候如果爱的语言没有好的表达的时候，或是表达错误的时候，
很有可能听的人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接收到这样的爱的讯息。所以很多的父亲，这里提到很多的父亲也不确定怎么样才是算关系的良好。所以这里有一位心理学者，他提出这样的一个 ABC 理论，父职的 ABC 要从3方面来检视自己跟孩子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的关系可以给我们做一些的学习跟榜样的。他说，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良好，与孩子健康成长密切相关。所以我们会看到，父母亲跟孩子的一个关系的良好，是有助于孩子在身心的健康的成长。所以良好的互动里面，孩子感受到父亲的爱跟照料，还有爸爸跟爸爸的心连心，建立安全跟稳妥的一个关系。所以包括父亲跟孩子的互动，是一个需要去检视跟了解的。是不是我们有常常一起游玩，或者是眼神的交流、教导，或者是拥抱、祝福，或者是这里提到精心的时刻，这些都是爱的语言。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 的地方，这里提到父爱。好，那这里提到说，创造与子女情感的上的连结，让孩子信任你、亲近你，感受你的父爱。所以有一些的孩子，他们感受不到父亲的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与父亲的信任跟亲近，或是感受到父亲对儿女的这样的信任跟亲近。所以儿女有多享受与你在一起，还有儿女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吗？你享受自己成为爸爸吗？这些都是一个父亲需要自己去自我做一些的探索，或者是反省的。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享受，能够成为一个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样式？那我的儿女是不是能够希望想像我这样的一个角色，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的儿女是不是希望能够常常跟我在一起？这个是有关在父爱的部分。第二个叫做行动。那行动的方面也是一个比较实际上我们可以去参与到的，有没有主动的去投入孩子的生活？比如说这里提到几个可以询问自己的，我们有花多少时间跟儿女相处，或者是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冲突？那我们会不会用身体来接触，来表达对儿女的一个亲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很缺乏那个拥抱，特别是当孩子长大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在身体上面要有一些的界限，但是需要了解说在哪一些的地方是可以用身体的碰触来表达亲密，比如说拍拍肩膀，或者是能够有一些肯定的话语。这里提到说是不是口头称赞跟欣赏儿女的表现。第三个他说连结，内心的连结。好，那这里提到说自己与孩子的内心同步和连结，那我们有没有参与到孩子他所喜好的，或者是他的感受的当中？那儿女是不是能够感受到我们明白他的困难跟忧虑？这些恐怕是很多父亲需要去能够了解，我有多少的关心跟多少的了解我的孩子。那能不能列出儿女成长的需要、强项、兴趣和渴望？这些也是一个当父亲的人需要去参与跟了解，在儿女的每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参与在他的里面？曾经有一个笑话这样说，就是有一个父亲，他去要去接送他的孩子，但是他已经忘了他的孩子已经念国中了，念中学了，所以他还是去小学的地方要去带他的孩子，一直等不到。父亲等不到孩子，这个孩子也等不到他的父亲，因为这个孩子其实已经长大了。所以是不是我们能够参与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并且能够了解他的成长的需要、他的强项、兴趣跟渴望？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做父亲的人做一些的鼓励，希望我们能够在父爱、行动跟内心的连结上，我们能够跟子女有很好的品质的关系，还有更好的爸爸的角色，这些都能够提升。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特别我们现在要接近这个父亲节的时候，让我们弟兄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反省，也有这样的一个自我的探索。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孩子们所产生的这样的父爱是让对方感受到的？我们的行动有没有实际上的参与？内心当中我们是不是连接到
我们的儿女的感受。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与儿女的关系品质是好的，而且能够在角色上，父亲的角色上也是一个成长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在启示录2章12节到17节，那这是使徒约翰，耶稣透过使徒约翰写给别迦摩教会的一封书信。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在前面的地方有提到耶稣要给7个教会的书信里面，这个第3封的书信就是给这个别迦摩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在这个地图上面，别迦摩的教会也是在现在的这个土耳其的地方。那这一封书信就是第3封的书信，是给7个教会的第3个教会，叫别迦摩的这个教会。所以别迦摩就在这个土耳其靠近这个欧洲的地方在那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靠近上面的地方，这个叫别迦摩的这个区域。好，那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别迦摩的教会现在的遗址，它其实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式。那它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在当时这个城市里面算是一个很富裕的城市，而且这个教会也是一个面积占地非常广大的一个建筑物。这个教会曾经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凸显跟很明显的一个地标型的一个教会。然而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东西，这是给我们能够去看到的一个内容，这个叫做帕加马祭坛，或者叫别迦摩祭坛。那这个别迦摩祭坛就是在拜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的这样的一个祭坛。所以在东方的地区里面，罗马皇帝神格化自己，然后也盖了一个这个神庙，然后这个神坛是来拜这个罗马皇帝的，或者是在拜这些的外邦的神明。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面，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别迦摩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祭坛。所以这里提到说撒旦的座位，所以其实就是在指着这些的祭坛。这个教会里面也居然有这样的一个祭坛在这个地方。所以 John Piper 这个牧师他说，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中，主要的偶像就是变成是自我，主要的教义是自主权，主要的敬拜方式变成是娱乐，主要的2座神庙就是电视跟电影院，最神圣的敬拜就是不受拘束的性交。这个是现在的人，或许他们没有，或许有很多的人并不是去拜有形的偶像跟神明，但是现在渐渐有一些东西去取代了这些的偶像或神明，但是也在我们的圣洁的生活的当中。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去反省自己，这些东西是不是让我们反而去花很多时间在这些地方，而不是在与圣洁的上帝的连结。所以这里提到说，我们不能只是满足把人带领到教会里面，我们更要把他们引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是只有满足说我们把人带领到教会里，让我们跟他们连结，我们最终的目标不是要让信徒透过聚会或活动来回到教会。特别在现在已经开始渐渐要降级跟解封的状态，很多人希望能够把弟兄姐妹、把信徒再带回到教会里面，透过一些的活动或是一些方式。然而上帝要我们是透过基督领他们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透过活动，透过一些的这样的聚会，然后带领弟兄姐妹回到教会来而已，而是我们要带领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特别提到有关这个石头的事情。这里提到有个白色的石头，那各位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或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他们会立石头在地上。那立石头在地上做一个表示，就是这里有一件事情发生。当人们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有事情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些石头叫做立石。那各位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图片里面有一个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当以色列人要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从河里取出12块石头，然后把岸上的12块石头放进河里面，用这个来做一个见证。
所以立石对他们来说，立一块石头在那里，似乎代表着一个事情，就是有事情要发生在这个地方，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里。所以也代表了一件事情，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证据在那里。所以当耶稣告诉这个别迦摩教会的时候，他说将来这个他们要赐给他一块白石，得胜者要得到一块白石，这个石头上要写着新的名字。所以石头的用意在这个地方，让人看见就知道这是一个纪念，这是一个证据。现在各位所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大祭司的一个服装的穿着，在他的胸部的地方，在这个大祭司的胸前的地方有一块胸牌，这里也是有一个提醒，就是在大祭司的身上的胸牌上面，每一块的宝石，它是一块板子，上面有颗宝石，有12颗宝石在这个上面，每一颗宝石就是一个支派的以色列支派的一个名字会刻在这个上面。所以对大祭司穿上这样的一个祭司袍来献祭的时候，同时也是将这些的支派的名字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提到说，上帝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其实也代表在祭司的身上所穿戴的这样的胸牌上面记着这个名字，要常常在上帝的面前被纪念。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得胜的人，上帝要给他这样的一个极大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来证明说这是属于上帝的，他是属于上帝，他时常在上帝的面前被纪念。当然别迦摩教会也有一些的问题的地方，特别是有一些异端的教导，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爱德华兹说，没有任何的武器比他们所滥用的经文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提醒跟也学习教导上面需要看到正确的教导，而不是变成是一个错误的教导，以至于造成更大的伤害，或者是对别人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杀伤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当时的教会受到一些的逼迫，但是也受到在教导上面的一个不正确，以至于造成了一些的伤害。所以爱德华兹也这样提醒，他说根据人的吩咐，而不是根据上帝的典章来拜他，这是他所憎恶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别迦摩的教会，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在这样的一个混杂的这些的偶像崇拜的信仰里面，这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所以这里提到说，根据人的吩咐，而不是根据上帝的典章来拜他的，来拜上帝的，这是上帝所憎恶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教会应当是圣洁的样式，而不是跟世界混杂在一起的。所以教会的复兴不是先问要用什么方法或是技巧，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提到教会的复兴要用一些的方式或方法，其实并不是方式或方法，也不是要做什么样的活动或事工，而是要先问我们在哪里得罪了上帝。所以真正的复兴要从教会的悔改来开始。在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封的书信里面，耶稣都要求这些的教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悔改。所以真正的复兴不是因为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方法，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技巧，不是我们有活动，不是我们有事工，而是我们能够反省我们自己在哪里得罪了上帝，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所以 John Owen 这个牧师他说，我们应当谨慎殷勤的用各样手段，保守顾惜属灵生命的圣洁原则，让它长存在我们心里。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幸福不是我们在这地上有多快乐的生活，而是我们能够成为过圣洁生活的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属灵的圣洁的生活，能够以属灵的圣洁能够成为我们的原则，生命的原则，让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不是去掺杂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或者是想法。所谓的世界的想法，不是指着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外在的环境，而是指着用社会的方式、世界的方式去
妥协，或者是去掩盖一些的错误或是问题。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谨慎的保守自己，保守顾惜在生命的圣洁的原则里。我们在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世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来看经文分析的地方。第一个，基督透过使徒约翰写信给第三个教会，这个教会叫别迦摩教会。这个教会所在的地方是一个繁华的城市，而且是一个当地的政治中心，是东方敬拜罗马皇帝的神庙城市区。所以这个地方是在拜这个罗马皇帝，而且拜很多的这个罗马帝国的神明。那这里提到圣经里面提到说两刃的利剑，在12节到13节这里提到说有两刃的利剑，指的是拥有权柄的人，或者是指上帝的话语是锋利的。圣经里面提到说上帝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一样。那当然利剑也是指着当时的有权柄的人，他们能够用利剑来做一个他的一个权柄的标示。所以经文里面也提到了这个人叫安提帕的这个人，这个人是初代教会的一个殉道者，他坚持不拜罗马皇帝，在信仰上不妥协，但是也因着他的不妥协，所以他遭到了这样的杀身之祸。所以别迦摩教会被称赞是因为对主的忠诚跟不放弃。这个教会虽然被这个逼迫，但是里面的基督徒仍然有人是对主忠诚跟不放弃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或许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更需要看到逼迫正是见证基督的机会。或许可能会有生命上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这样会有一些生命上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但是这个初代的教会的这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殉道者，他们为了坚持信仰，不拜罗马皇帝或是不拜这些的偶像神明，他们在信仰上没有妥协，这是见证基督的一个机会。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在各样的机会当中来见证上帝。第二个，面对逼迫的时候，有许多人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别迦摩教会当中有人采取是接纳这些异教的人，或是接纳异教的信仰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刚刚会看到，包括在这个教会堂的里面也有这个拜其他神明的这个祭坛。所以经文里面在14节到15节的地方就特别提到巴兰的教训。那巴兰的教训是指在民数记中，以色列人受巴兰的引诱，以至于在信仰上败坏。他们吃了这些祭偶像之物，还有行奸淫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以至于让以色列人他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跌倒了，或者是让他们偏离了上帝的话。所以这里又提到另外一个叫做尼哥拉一党的人，他们的教导就是跟这个巴兰的教训是很类似的。所以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有着这些的这个世俗的教训，或是教导，或是跟着这个世俗的妥协，那这些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产生的一些的问题。所以向着败坏的世界妥协的世界观来妥协，这个是教会里面这个别迦摩教会里面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信仰如果掺杂的话，信仰如果不是纯正的，是有掺杂的，将来会影响这个信仰的团体。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团体，而不是一个掺杂的信仰团体。第三个，耶稣对别迦摩教会的提醒，应当要悔改，要承认错误，并且改变这些与世界妥协的教导跟行为。这个是在16节到17节的地方所提到的。所以教会存在于世界，却不是要被世界来影响，而是要靠着上帝的话来改变世界。所以耶稣对得胜的教会所要给的赏赐，是要将隐藏的玛纳，也就是真理的道来赐给他们，赐给教会，并且要在白石上，这个宝石上面要刻上名字。所以刚刚提到说，祭司的胸牌上有12颗宝石，是刻上12支派的名字，表示极其宝贵跟被纪念。所以这个白石被刻上新名，也表示在大祭司的身上能够常常被纪念的这个名字，是被上帝所纪念的，被上帝所看见的。人看见就明白有事情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经文当中来看到有很多宝贵的教导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来思想，
耶稣希望得胜的教会，他们能够真的保守自己来得胜，并且他有丰富的真道，而且时常被大祭司来看见跟纪念。这个是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别迦摩教会。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从这些的教会给我们自己有一些提醒。我们的教会不应当是跟世俗观、世界观来这个世界的一些败坏的价值观来混在一起的，而是应当是成为圣洁，成为合乎上帝所喜悦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要开始来为我们的一些的事项来关心跟祷告。请我们一起来看到我们的教会消息、我们的事工报告跟肢体消息的地方。那我们主日这一周的主日刚好就是父亲节主日，那我们有提醒过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就不扩大的举办。但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个礼物的这样的费用，我们能够来捐给需要的一些的机构或团体或是医疗的单位。那我们特别把这样的一个捐款是放在这个我们的恒春基督教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上面，所以请弟兄姐妹也常常为这样的事情来关心祷告，让我们所捐的款项能够对台湾的最南端的这个医疗的医院能够有帮助。那我们也为着我们的防疫的状况已经降到2级，但是是一个比较严谨的2级，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仍然需要耐心来等候。那我们也许可能会在8月9号以后等政府的一个通知，那我们会考虑来开放。所以请弟兄姐妹耐心的等候，并且为这样的事情祷告，让我们能够尽快的来开放聚会，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再回到上帝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那我们刚刚提醒了，到8月9号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小组聚会现在仍然可以小幅度的有一些的聚会，我们就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定，室内是50个人，室外100人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微解封的状态，或是这样的一个稍微的降级的状态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小型的这样的聚会。所以请我们的各小组还有各个这个课程的上课的学生都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好的预备。那我们也感谢上帝，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会有几位父亲，他们要来做见证分享。那愿上帝来祝福，让他们的见证分享对我们的弟兄们都有一些的帮助，各个不同年龄层的弟兄们都有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在主日后，我们会有小组长的视讯会议，还有执事会的视讯会议，所以请我们的小组长跟执事都能够准时来参加。那教会各个小组开放这个预备实体的时间，那如果没有办法来做这样的这个活动的话，还是请大家尽量能够在线上来聚会。那我们会提早跟大家来做这样的宣布。那制服学院在春季活动的当中已经陆续恢复了上课，那我们也为春季活动来祷告，愿上帝来帮助，让这个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也能够顺利的来完成。透过社区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在福音的行动上能够更加的有力。那我们也为我们的卫理神学院即将要开新约导论来线上祷告，愿主帮助。9月12号是最后的这个缴费的期限，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愿意来上这个新约导论的话，请尽早能够来报名，并且将我们的报名表来缴交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那我们的这个读经计划现在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愿上帝帮助，让我们的读经计划能够持续的来进行，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成长。那最后来报告说，8月21号是全国姐妹会的线上的夏令营的这样聚会。那讲员就是我们的庞慧都还有叶小荣姐妹，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来参与。那可以向师母或者是慈美姐来报名，让我们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愿上帝来帮助，让姐妹们的连结能够更加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联系。那我们就一起来为这10项的内容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关心教会里面各样的需要。主啊，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有许多的人被限制，没有办法来参与聚会，心里有许多的忧虑跟愁烦。主啊，愿你来帮助，
让我们不受到这些的状况的影响，让我们也能够常常来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举起圣洁的手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主，我们为着主日的礼拜来向你献上祷告，让我们的主日礼拜虽然还是在直播的状态，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主里面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来线上能够来跟弟兄姐妹一同合一的来敬拜主。谢谢主，赞美你。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疫情，我们的国家的疫情的状况向你献上祷告，愿你给我们的国家有这样的怜悯跟恩典，让我们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跟百姓能够尽快脱离这些的疫情的控制跟影响，以至于我们能够很顺利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你也纪念全地的百姓，因为有许多人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受到一些的伤害，或是受到一些的损失。愿来怜悯跟纪念来帮助我们许多被捆绑的，或者是许多在这地上没有办法自由的让我们能够再重新的来得到释放，得着主你极大的恩典。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当中，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遵守法令跟规定的这样的驯良如鸽子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能够让国家能够尽快的能够恢复正常的状态。愿你恩待我们，主也为着我们的小组聚会，还有我们的制服学院的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都能够恢复，来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的周间的小组聚会，还有我们的这些的规定跟安排都能够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定来遵行，也能够保护我们，也保护我们的弟兄姐妹，保护我们来参与的人都能够得平安。我们也为着在主日有几位弟兄他们要来做见证，主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父亲的身份上面，能够成为很好的一个这个见证，能够来荣耀你，并且能够来教导这些的我们许多的这些的后进或者是这些的弟兄们，让他们能够学习成为一个好的父亲，也看到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极大的改变，能够像天父的榜样一样来爱自己的儿女。谢谢主恩待我们。我们也为着我们的主日后的小组长视讯的会议还有执事会议来线上祷告，让我们的小组长跟执事们都能够很顺利的在线上都能够参与聚会，让我们能够不受到这些的疫情的影响，我们仍然能够来持续的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开会能够顺利的来进行跟完成。谢谢主。我们也为着我们能够在制服学院能够有很快的恢复上课跟状况向你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学员他们都身心灵都健康，也能够回到我们当中，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教会能够再有美好的连结。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新约导论的课程来线上祷告，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学院的这样的开课的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渴慕上帝的话，愿意来读上帝的话，爱慕上帝的话语，特别在新约的教导上面，也能够让我们更多得帮助。愿你施恩来带领。主，我们为着慧秋老师还有我们的学员都来向线上祷告，让我们的学员跟学生他们所学习的都能够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美好的祝福跟帮助。我们也为着我们的读经计划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读经计划能够顺利的进行，每一天都能够持续浸泡在上帝的话语的里面。谢谢主。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姐妹会的夏令营在8月21号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在线上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愿你恩待我们的讲员，还有我们的这些的工作的人员都能够很顺利的来参与，并且我们的姐妹们她们能够来知道她们在教会当中所参与的这样的角色跟扮演的角色。谢谢主恩待我们，也让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参与在这里面蒙恩。谢谢主，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我们的代祷的意向上面，我们要来为一些的国际跟我们自己的国家的一些的代祷事项来线上祷告。我们为着非洲的国家查德这个地方来线上祷告，愿上帝来帮助。那也许我们不是很清楚跟明白这个国家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它在非洲的地方，那我们也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愿上帝来帮助。特别这些的地方也有很多的疫情的发生，只是没有被很公开的报道，所以我们期待上帝来帮助，让这些的
国家，非洲的国家，他们也能够蒙恩，求上帝来怜悯跟来恢复跟医治，让许多在那里的医疗人员跟这些的宣教士，他们都能够平安。愿上帝来帮助他们，让百姓更多认识基督的信仰。那我们也为着三重的教会来献上祷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的三重的教会，高斯凯牧师，还有为他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奉献充足，耕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的政府首长、行政官员来献上祷告，愿上帝来祝福我们的台湾的百姓蒙恩，我们的官长，还有我们的这些的各级的这些的公务人员都能够秉公行义，做正确的决定。我们也为着台湾的青少年跟儿童能够受到好的知识教育跟品格教育来献上祷告。那我们最重要的也是要为着我们在防疫的第一线的医疗人员跟军警人员来献上祷告，愿上帝来帮助，让他们能够在这个防疫的第一线上面能够靠主蒙恩来得胜。我们一起来为这5项的内容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为着我们的所关心的在国际当中的一些的国家，主啊，愿你恩待这些的百姓，他们也能够蒙恩。我们为着非洲的国家查德共和国这个国家来献上祷告，主啊，让这个国家能够蒙恩，特别许多的这些的医疗跟许多的帮助能够进到这个国家的里面来。我们也愿意你恩待这个国家的百姓，让基督信仰能够进到他们的当中，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让这个非洲这个地区能够有许多的人，他们能够来归向主。主，我们也为着在北山教区的教会来献上祷告。主，我们为着三重的教会，为高斯凯牧师，还有为着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在当地更加的得人，还有教会能够在当地能够来更加的这个福音工作能够更加的顺利的推展，传道人的身心健康，我们都为他们来祷告。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台湾的行政首长、政府官员，主，我们为他们来关心祷告，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所做的政策计划都能够对我们的百姓是有益处、有帮助的。愿你给他们有智慧、聪明，所规划的、安排的，都能够让台湾的百姓能够得帮助。主，我们也为着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跟品格教育来献上祷告。愿你恩待这些的儿童跟青少年，让他们能够在这些的指导老师或者是教练，或者是这些的长辈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下面，他们都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知识跟品格的成长，将来的世代能够为主所使用。主，我们也要为着这些在防疫上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献上祷告，恩待我们的这些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他们在第一线的工作都十分的平安。特别这些的医疗人员，他们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下面，需要你格外的恩典。主，愿你保守这些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的平安，也为军警人员来献上祷告，带领他们都能够在你的里面蒙恩。上帝来祝福看顾，让这些的军警人员他们在工作的当中也不受到任何的搅扰跟影响。谢谢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要为一些肢体的消息来献上祷告。那因为各自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请大家自行来看我们的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代祷事项。那请弟兄姐妹也为着我们的会友在施打疫苗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大得平安，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需要去施打疫苗。那我们请弟兄姐妹来关心，也常常为这些在施打疫苗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也许在你的群组上面，或是在你的个人所知道的这样的一个的讯息当中有晓得的，我们都为他们来祷告。那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执事，我们的高嘉锦执事他生下一个孩子，愿上帝保守他的家庭都能够平安健康。那我们其他的，我们请弟兄姐妹能够来关心，为他们来祷告。那我们就在祷告后，我们就继续来为这些的弟兄姐妹来提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今天的祷告会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能够来纪念许多弟兄姐妹的需要，也关心我们自己所关心的，还有我们的教会的各样的需要。特别为了在这样的疫情的当中，我们都能够平安的经过，向你献上感恩，也带领我们的台湾更加蒙恩，让我们所经历到的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还有经验，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所经历到的也都能够再一次的蒙恩。谢谢主，恩待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你恩典的当中，走在你心意的里面，能够带着
欢喜快乐的心，也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让我们能够尽快的解封，能够来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晚上的这样的时间，让我们的祷告上达到主你的面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就继续的来为这些的肢体消息来祷告。